日本开始流行啦，什么外套诶？什么材质？羽绒外套。哦，妈妈你等下，我哎，等伊讲一个正确答案出来。好来，羽绒外套。嘿啊嘿啊，叫我摸吗？叫我摸，叫我摸外套。水摸哦，外头袂歹哦。水水水来，老师水请你教摸外头。第二健康。来，分数。恭喜你得1分哦，够厉好，害。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好，以前吼，其实咱的袖啊，也是外套，台语叫做袖啊，袖啊所以袂食5日这上破袖唔通绑吼。啊，不过后来就是可能天气变化，所以咱内底会用较厚的物件，啊内底拢铺棉的，吼。啊，不过迄当阵为着甲平常时的外套，因为拄则咧一直讲一个外套，咱还有一个词叫做袄袜。二吧，好啊，为着要甲伊无共，所以迄个物件以前叫做风衣，啊内底是拢棉，毋过后来就搁有发明用一寡鸟仔毛，吼，啊就搁学华语名叫做羽绒，所以你的鸟仔毛外套、鸟仔毛风衣，咱是会当接受，也是你要甲直接甲翻译。叫做羽绒衫、羽绒外套，还是羽绒风衣拢会使。